统的客家花布颜色艳丽，在新北市三峡的一位设计师 Jessica， 她觉得这样的花布很有客家特色。她中年转业，开始学习打板裁缝，透过剪裁让客家花布变得很有时尚感。她说，她要借此打造一股台湾的民俗风。 热闹的三峡老街里有间小店面，总是被缤纷的花布包围着。然后这个领子啊，其实可以立起来，也可以折下来。沉浸在花布世界的女主人叫 Jessica， 所有的客家花布商品都是她亲自设计。然后你也可以全折下来，但是我觉得啦，把它立起来呢，感觉比较有桀骜不驯的气质啦。 小凤仙领加上盘扣是客家服饰的必备设计，但 Jessica 重新改良，不仅让衣服有小腰身，领子还多了变化，显现出我们现代女性呢那一种介于传统跟古典之间。所以呢，我就是把小凤仙领呢做了稍微的改良，它没有那么高，但是它还是可以保持立领，然后也可以保持翻领。 非常经典的客家花布，这是小袋的部分啊，我就全部都卖光了。说起设计理念 ，Jessica 的想法创意一箩筐。其实她是个中年转职的设计师，之前学的是电脑，每天动脑写程式。直到10多年前，她在彰化鹿港看见了客家大红花布，被深深吸引。她开始思索，让传统花布变身成台湾的民俗风，但却常常被人笑。走过来的人啊，都会笑我说啊，这个人是不是笑的呀？那呀，迄皮大布做干呢，嘿后脖啊后衬拖，安尼回叽叽安尼。客家花布很怂吗 ？Jessica 不这么认为，她想打破这个刻板印象，开始学打板、学裁缝。针线活最难了，没基础就得天天练习。从无到有，她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客家花布世界。最开心的就是听见小客人的惊叹声。所以不要说是年轻人，就像是很小的小学生或是幼稚园，他们都说：“哎，你看，这是客家花布哎。”其实我觉得最成功的就是这一点啦。客家花布对民众不再陌生，这让 Jessica 很开心。她笑说：“有梦就要追，推广和打造客家民俗风是她逐梦之路。”而花花世界就是过程中最美的图腾。大红花在鳞片上绽放，昂首的挺拔，娇弱的服帖，一朵一心情。花花世界里，女主人编织客家意象，绚丽了感动时刻。